自从2025年6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教着人犹太带来的圣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12节到26节。后来，使徒对迄个叫做橄榄山的所在，倒去耶路撒冷。橄榄山离耶路撒冷无偌远，差不多1公里，就是安息日会用得行的路程。因入城了后，爬去因所住迄间厝楼顶的厅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甲多马、巴多罗买甲马太、阿里斐的囝雅各、激进党的西门甲雅各的囝犹大伫遐。因甲几若个妇人人，嘛有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以及伊的兄弟，拢继续同心合意，迫切祈祷。几若日后，差不多有120个信徒聚集。彼得站起来讲：“各位兄弟，圣神通过大笔的喙，伫圣经所有言，关系犹大带人掠耶稣的代志，一定着应验。伊本来是咱中间的一个，受选来分担即个职分。犹大用伊做不义的代价所得到的钱，买一块地，伊伫遐倒头栽石屎，巴肚壁里肠仔拢流出来。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知即样代志，所以照因本地的话，甲迄块地叫做阿吉大马，意思是废园。因为诗篇有记载，着互伊的厝荒废，无人伫遐徛起；阁有记载，着互别人代替伊领导的职位，所以着有一个人来加入，甲阮做伙做主耶稣国我的见证人。这个人着伫主耶稣甲咱做伙出入的时，就是对约翰施洗起，到耶稣离别咱受接上天迄日，不时甲咱做阵。因就提名2个人，就是叫做巴撒巴，嘛称做犹士都的约瑟甲马提亚。因祈祷讲：“主啊，你知逐个人的心，求你指示阮，将2人中间倒一个是你所拣选，要来担当使徒的职分的，因为犹大已经放杀即个职分，去伊应该去的所在。”然后因抽签抽到马提亚，伊就加入在迄个使徒的团体。教着人犹大带来的圣书。耶稣上天以后，使徒调集的首次聚会中，犹大的名再度被提起，伊使徒职分也被宣告终结。伫即件代志的顶面，咱得到甚物启示呢？伫耶稣的时代，犹大是一个常常会当看见的名。新约圣经中至少有4个名叫犹大的人，其中2个是耶稣的门徒。雅各的囝儿犹大又叫做达太，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的兄弟中也有一个叫犹大，可能是新约犹大书的作者。还阁有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了后，被派到安提阿教会的使者犹大，人也称伊做巴撒巴。后来，犹大这个名哪像渐渐无受采用，检采甲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有关。
英文 Judas Peace 就是犹太对耶稣所做出卖的代志，已经诚做假亲热、口蜜腹剑、阴险背叛的形容词，指一个人表面亲热，实质笑里藏刀。因为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，有一群人带着刀棍，甲犹太做伙来。犹太互因一个暗号，讲：我甲伊针迄个就是恁甲掠。耶稣因为安尼受祭司头的人马掠走。但是犹太敢真正无可处之处是无？伊一开始就是一个心怀不轨的人是无？耶稣是安怎会受即款人做门徒呢？实际上，犹太应当是一个真有才能的人，可能是一个生理人。耶稣伫受难前的最后一礼拜，来到伯大尼，和一寡人做伙食饭。玛利亚摕一瓣极珍贵的香油，膏抹耶稣，互在座真侪人议论纷纷。为什么毋摕这香油去卖300个银仔来分互散赤人呢？约翰记得真清楚，即句话是加略人犹太讲的。伊安尼讲，毋是因为伊关心散赤人，是因为伊是贼，佮常常偷摕异地管理的公款。犹太一眼就通分辨香油的品质甲价钱，可见伊伫这方面真有经验。可能也因为安尼，伊伫门徒中负责管钱。犹太毋简单拥有聪明的生理头脑，耶稣赏赐医病甲赶鬼的权柄互12使徒，其中也包括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太。咱有理由相信，犹太当路时也是一个称职的传道人。可惜，犹太却甲才能用伫错误的地方，用30个银仔的价钱出卖耶稣。管钱的才能是上帝的恩赐，但是假使看钱比看上帝搁较重要，咱也会步上犹太的后尘。才能本身毋是问题，关键在于咱安怎使用。多多用正确的心态甲动机使用所得的恩赐，投入合上帝心意的事奉，才会当荣耀上帝之名。默想，我敢会晓用正确的心态运用上帝赐予我的才能，愿我以主为首，以主为乐，一切荣耀上帝。我敢会晓用正确的心态运用上帝赐予我的才能，愿我以主为首，以主为乐，一切荣耀上帝。咱同齐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你所赐的才能、恩赐丰富我的人生。我愿用一生来服侍你，荣耀你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